大家好，我係素明，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成語叫做一字千金。大家平時寫字可能覺得只係一種記錄，但係喺古代，文字嘅力量可以重過黃金。呢個故事發生喺戰國時代末期，當時秦國嘅相國呂不韋權傾天下，手下有成3000個門客。呂不韋想將自己嘅見聞同埋治國之道傳俾後世，於是集合咗呢班才子，編寫咗一部巨著，叫做《呂氏春秋》。書寫好之後，呂不韋命人將書稿掛喺秦國首都咸陽嘅城門口，佢仲喺旁邊放咗1000金，公開宣布，邊個可以喺書入面增加或者減少一個字，甚至改動一個字，令到意思更完美，呢1000金就歸佢。結果過咗好耐，都無人可以改動到任何一個字。呢份嚴謹同自信，就係一字千金嘅由來。一字千金最初係形容文字價值極高，偏向讚美，後嚟亦都用嚟讚美文章寫得極之精煉，唔可以改動。其實做人做事都係一樣，如果我哋講每一句說話，做每一件事，都好似呢啲文字咁經得起考驗，咁我哋嘅信用就係最好嘅資產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